查甫囡仔、查某囡仔拢是好朋友。狗仔阿公的好朋友，有查甫囡仔，嘛有查某囡仔。每一个人介意的代志拢无共款。猫呢阿我啦，甲兔仔阿草拢是查甫囡仔，毋过因介意的代志拢无共款。阿我啦介意伫外口佚佗，耍甲规身躯干糊糊。阿草较介意恬恬仔伫教室内底看册。羊仔阿雪甲牛仔囝可可仔拢是查某囡仔，但是因介意的物件嘛拢无共款。阿雪较介意穿裙，伊感觉穿裙的是看起来水阁大斑。可可仔感觉穿裙真碍腰，伊较介意穿牛仔裤，安尼方便阁舒适。阿公想要拍篮球的时阵，就会去找运动神经足好的阿月仔。阿公写功课的时拄到袂晓的所在，会去找认真阁用心的阿草。阿公若食到好食的物件，会分享予未来想要做总铺师的阿雪。阿公若画一幅图，会去找足够画图的可可仔，替伊斗看一下。虽然每一个人介意的代志拢无共款，毋过共款爱去读册、爱食饭、爱休困。毋管因是查甫囡仔还是查某囡仔，毋管因介意啥物，因拢是阿公的好朋友。